观众朋友，下晝好，我係嗰本又到復起來嘅時間咯。唔知大家對這個懷念嘅東西有乜嘅印象呢？有嘅人啊，可能係一條圳橋、一個風景、一間廟、一間屋嘅；啊，有嘅人呢，可能是好食嘅料理。睇聯絡啊，就有兩位請等一下嘅後生朋友哦。今日懷念嘅係一個麵湯，一個炸醬麵。嗰時候啊，今日睇到為了一個炸醬麵，天數頭家重新嚟開店賣炸醬麵哦。怎麼佢今日會做一個事情？啊，今日要做樣板嘅努力，會唔會有樣板嘅故事呢？今日啊，特別邀請到兩位來到節目地位，同大家來好好分享哦。馬上來宣揚，我哋侯孝義。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林樂嘅侯孝義。啊，非常好意哦。接下來係我哋侯希峰。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林樂嘅侯希峰。哇，非常兩位後生朋友，然後我第一擺看到你兩三真緊張哦。第一擺上節目來做訪談，唔是緊張，因為啊，我哋都係聽人暗等一下嘅故事。樣板會為咗這個希望咧，一個彌陀特別係嚟開店。啊，不過喺正式講到之前啊，想嚟認識兩位一下啦吼。兩位更加還有配啲工作做冇？係錯。啊，好人更加係做乜嘅啊？睇做公屋個月欣賞，係我係搞現嘅。哦，搞嘅機現咧。係現嘅。哇，真厲害呢！啊，點樣搞啊？係泥鋪嘅。哦，泥鋪嘅哦。啊，嗰種搞嘅機現咧，就像二胡啦，也得嘛。係。我個樂器都有。係。哦。安尼基本咯。那點解係原來做嘢放射師啊？哦。主要係做嘢電腦斷層同嘢 X 光嘅嘢部分啊。哦，嗰時基本睇係睇屏東嘅語言嚟嘛。係啊。哦，嗰時兩三攏睇屏東嘅工作咧吼。啊，不過他們嘅名嘅都想求用啲嘛？唔係呢。沒有，啊，你係冇嘅關係啊。如為小學都會同學。啊，小學三年級啦，啊，嗰時都同學啊都各種畢業，差唔多6年啦。你是2年有哦？你是2年，萬世都係好同學、好朋友嘅。係啊。萬世啊，你兩年時嚟嘛吼，我先嚟請教，等下當我好意，我想問起喎。兩個國姓應該冇乜共用嘛吼？係啊，一定係啊。基本嚟講一下，好意萬世睇人家印象特別係乜嘅人？好意萬世時節做人冇按圓滑啦，個性比較直這樣子啦，比較看到什麼會比較直接講啊，對，就像奶奶咧考試啊，有乜嘅同學唔會寫，會問一下隔壁啊，會用哪些啊，因為伊就會同老師你隔壁嘅同學做嘢人工了解啊，你講係正義感爆棚，正義哥嘛，韓式都安尼。以前嘅個性啊，講正義啦，你咪安尼冇公平。係啊，沒啦，恁真係讀書，啊唔係嗰邊作弊啊。係啊，把安尼談風咧，真是好以本人嘅感覺，如果外向一些是怎麼？失敗啦，以前唔會啦，以前佢唔敢講話，也嘛唔通會講話，唔通講工作。沒有，純純人哋講悶騷型嘅嘛。悶騷型嘅，錯啦。讀到嘅可以講話嘅時節，真馬上都從輕鬆嘅感覺。係啊，安尼好以調到悶嘅氣氛，對人嘅感覺，唔感覺氣氛咯。而係樣板嘅一個好朋友。其實哦，佢細時節，咱年時都嘅時節，佢其實佢後包，佢蠻皮嘅，佢好嘅滅同學。真係，佢嚟講，結婚樣板去滅同學啦。對，比如講你睇嗰邊水母啊，如果你係撩佢啊、撩掉啊，係啊，如果都冇本意好嘅休息安尼啊。哦，真是呢，吼，韓式時節啊，人哋自家都做過一種機會，請聊聊嘅事情。啊，不過非轉嚟，吼，更加睇嘅，佢看嘅時節，從同學睇講嘅時節，佢變咗一種真懷念嘅記憶，吼。因為更加冇法度，唔可以從條板安尼做嘅啊。冇法度唱以前嚟。係啊，更加安尼做本人打，原來有咁喎。係啊。安尼韓式時節啊，人同一個班房差唔多一多年啊。差唔多30人咧，30人。啊，你哋坐一條順後嘛，兩邊？冇哩，冇。嗰時候幾時節有唱更加按數嘛？冇，幾時節差唔多。人哋愛講數學，有100，
早晨要早自习，我会拼书嘛，早自习技术字吼，硬有摆落计顶的办松落的时阵，无注意跌下落，硬个早餐全部都封起的，硬都系叫字，因为硬要叫讲哦，硬无动其实，因迄因为硬感觉一个过不好安尼啊，妈妈辛辛苦苦存钱买东西，硬能弄hết，硬都系叫字记唔住啊，比如讲有这么严重吗？只是没吃到早餐而已，哭成这样。记录去买一包嘅菜脯饼，嗰种饼嘅公开始啦。嗰时节开始都唔当钢琴开始唔当好啊咧。哇，奇峰真的嘛，嗰时节按温暖哦，看到同學睇餃子，叫我按嘅，如直接買一包餅嘅講，實在冇叫，係講其實新冠都睇想講。冇叫誒，清炒呢，一包餅嘅哪伊啦，冇叫誒拜託好冇，係咪呢？禮拜同伊講呀，對，迄時節我感覺哦，奈落長餅嘅咧有嘢事情哦。其實家記唔得啦，唔講係平年對硬紅嘅，如會記一生年。真是嘞，說所以咧，英雄個層面點啊，個時節個是兩邊都漸漸咪熟嘅嘛，吼。唔過根本應該上個了解係講，大家都有一個冇共用懷念嘅東西。怎麼給人兩味懷念嘅共用嘅東西？很多炸醬麵，係啊，有個炸醬麵可以從奇峰來紹介一下冇？怎麼給人會貼喺懷念記咧？哦，咱能從國小嘅時節就會去啊腳踏茶，咱會鄉下來找親愛老爹師嘅炸醬麵啦。係啊，人家炸醬麵師嘅你是人娘嘅，是到更加你控100年伊退休安尼啦。係啊，所以講。對咱人來講，也唔單止係日本炸醬麵好食啊，係咱人因你是能量嘅伊個回憶如提也地杯啊，係啊，對咱人量嘅來講係安尼啊，咱人相信對青島06年來講嘛係安尼啊，所以講也個炸醬麵對咱人來講就係一個精神指標，這樣子來講。有種佢唔係單純。一方面，佢係人哋回憶、人哋童年喺地位，錯冇？試一下，人家所有人講總唔得跪到頭擺去，唔過試一下，人哋都以頭擺回憶出來，錯冇？係啊係啊。哦，可以，按嗰時間人用辦講，可以食到嘅炸醬麵，係青老嘅老店嘅嘛？哦，也間店差唔多30年咧。差唔多30年前，硬嘅係。燒好給單眼黑色的，佢講兄弟，我這邊有一家很好吃的麵店，佢講同06配 V 嘅麵都冇共用啊，佢係外線嘅橋麵，外線嘅橋唔是食過，硬都去叫他嘗一試，試啦哦，真是夠好吃，嗰時候嗰時節有事冇事兩手都有嘅迄食麵，如果唔講嘅意思。神主菇啊，你神主菇啊！奇峰，幾時間用辦會認識老爹嘅炸醬麵咯？嘛係乃這帶乃去試的安尼啦，因為乃這以前摕老爹隔壁嘅福高風土薯啦，那個時候也是蠻多學生會去找老爹吃這個炸醬麵，然後他就認識到這炸醬麵，還有嘛就帶來鄉下來食下麵啊，嘛喺食嚟就感覺講咯，真件真好食安尼，就係鄉下請朋友啊，大家來去食安尼。其實變咗一個特色都錯嘅嘛，係啊，人哋睇六對地位，尤其係合作，人哋食得麵哦。無路迄米奇布，無路迄麵包板，大家食得關係嘅共用嘅味道。結果有一個外線嘅炸醬麵，大家食到無共用，很好食。佢變咗一個特色，大家可以去接觸無共用嘅味道嘛，咁大家都好食可以。可以，有個萬世食到泰嘅麵啊，從頭都有講嘛，可能有同合作嘅麵無嘛共用，而真是無嘛共用嘅地方，上人哋嘅地方係睇哪？從人睇客家種。派嘛，硬是咧客家拌麵扒板嘛，米其木啊，棗麵、桶麵，裡邊全部都有買開菜嘛，有葱、挑牙，也都客家所一定要有嘅東西。一定要嘅。硬其實也都菜都幾好食啦。唔過，如係老爹佢嘅麵冇共用，硬想講，到底是用哪冇共用嘅？第一擺是也面用係甜嘅咯，因為一般咧客家種嘅麵都係啲客家你唔當中行嘛，
客家那边一定会烘，油嘛一定会过多，油葱啊，那猪肉啊，不过吼，客家人真是可以好吼，咱的面包板，如果种，给人说视作一种从头到起风讲的精神粮食，如伊的米头，所以那杯柚子啊，过段时间一天会吃一份面包板，个功能用啥冇功用，过段时间，所以那杯养喺提亚的时间，一天会吃一份肉条的炸酱面。不过头家做到更加已经36年嘛，头都讲，怎么个时间有讲？点方我树方了，我休息了，我退休，起风。迄时节，咱迄无伊咪听遐老爹讲，好迄有一阵啊，伊咧做面的时节啊，做到有一18中暑安尼啦，就感觉讲伊的身体唔可以过安尼因为做遐事的啊，真紧嘛体力活啦，对啊，所以讲，伊就会想讲就干脆就做到这边啦。对，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决定要把这个店收起来。对，所以也是决定的相当的临时。他从公告到收起来，可能不到1个月吧。对，就这段时间也是相当多人都会跑回去找他。对啊，但是有时候工作在外就没办法，所以那个时候他要收店的时候，也未必能够吃到这一碗炸酱面。对，也真是怪不得已啦吼，因为这些身体的原因，让个点讲，其实还舒风了好。我都是这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啊。会发生某个事情，有可能唔对，要先休息一下，遐安尼嘛。好伊，你个时间还喺在屏东嘛？2018年，应该已经提医院的啦。我个时间嘛，喺提屏东做。个时间唔能，迄实在时间上底下讲给疏风嘞，安尼嘛。去过礼拜都无看到，问一下人提讲，老师什么时候退休的安尼啊？哇，观众朋友，你看，伊咧暗好食的炸酱面，结果就变成2位后生人共同的回忆。不过今日真是无可以，今日会用班的，有的人可能会讲出家都登记退休呗，退休就算了。没想到今日这个很好的教授来做，今日用班做呢，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收机咯。前面讲到好姨同启峰今年两啥好是一个炸酱面，是到佢退休之后，头家退休今年还想办法来开店呢。不过今年用办法有一个按勇敢的想法呢，抢高几点吧。好姨，嗰时节头家退休，你用办有勇气讲，接受头家嘅功夫，我来接受一间店的呢。有一摆个过年的时间，给如讲，兄弟啊，我们好像很久没吃到像样的炸酱面了。闽南人22年人，2018到去年22年人，去老尾请几度的有卖炸酱面的店，不过俺人有算唔到老爹鸭的面食。俺人过怀念，因为鸭的面食真是起毛。俺人如想讲以后算唔到我用家啥，比如讲，刚问俺人同老爹拜一下年安尼比如打电话问老爹嘛，老爹，我们很想你啊，那个可不可以出来？我们很想你的面啊，俺睇隔壁堂都讲，呀，人讲迄王树龙同几百年，我同伊学呀的上个事啦，上个请老爹教俺人做，俺就约出来，愈凑下来，老爹都讲。你们是要自己想要吃，还是说就想要来做个，就是我们来卖这样子？因为老爹意思在讲，伊退休22年啊，其实摕老杯、摕吃饭啊，把迄用的时间，如果读到以前的银行，以前的银行如果同伊讲，老爹啊，你退太快了，就是太快退休了也没有讲清楚就退这样子我们没有吃到很可惜。比如22年如。本人安尼，因讲建议再做看那阵啦。如无是
毋是明日做唔怕，啊，愈本太家蛮可会食得多，一礼拜做迄个量产你嘛好，做迄个身体健康诶，哎呀，比如讲，不然我们来合作看看怎么样？就是你们要学来自己吃，还是要就是我们来做，我们就来玩看看，就是如遐呢，讲感冒眼就会试看下身，所以讲眼感冒眼可以试了，毋过也蛮店面。眼本身店面也蛮边做边弄当的，哎呀，眼嘛无想要做店面啦，都因为眼一家路条路，眼路讲，感冒眼来做网路，做名路来行销安尼啊，老爹讲好啊，也网路路毋能来处理，眼路中眼的技术本来，眼路强来思考那身，搞起来嘛，结果眼路开始路先办给粉丝专业 ，Facebook 的粉丝专业，这时阵嘛摕联络的沙屯，联络乡的沙屯路安尼破下去，结果真多年咯，差不多联络乡的沙屯差不多6000人的年资啊，按赞的差不多600人有哦1/4的人，1/4，系啊，如讲太家路地讲老爹爱冲出港府呢，安尼起无这时阵能用啥决定同那个老爹吼讲，眼来学一个炸酱面的时间，这时阵做网络更加迄种网络形象嘛，头下多的时间应该。能同老爹学，能学个19章，学到老爹也个弥陀，能章可以完整帮佢重现。咱一开始在做的时节，如果老爹伊亲自落去做遐个炸酱啦，咱一开始就伊个小助手安尼啦，听的好啊，嘛会做错很多地方啦，对啊，但是就慢慢学都是经验啦，对啊，然后一直到。可能咱能做半年呢，咱能个 SOP 都稳定了，对啊，咱能自家嘛会学遐个炸酱来炒遐个炸酱，更加咱能算讲来算出师了啦。学个半年，个稳定呢，算是正式出道了吼，这时间真可以出货来卖嘛。系咪？因为嗰时只还冇学到嘅时阵，假使讲出货，人家讲老爹用退休以下米拖弄走hết，更加应该银行拢讲米拖冇走hết吧？冇吼。用啥？因为你的工作中同料理冇嘛共用，平时会自家做吗？贵手自家做，看 TV video 啊，有个为了教书，有个进厨房哦，俺能讲啊，真是要进入料理的那个领域里边，人用啥在学嘅时阵有多冇个困难冇哈？好伊。一开始摕学要个炸酱面的时间，同俺上个无共用嗰时阵俺想法都讲，这个炸酱安尼炒起来，腌落去安尼炒的我讲好那个事情来发如会安尼挑管嘛，因为有一摆个老爹都讲我来讲。你这个豆干啊，我最快都要切半个小时啊！俺就回讲，老爹不用，我们2个10分钟就搞定了。爱讲那有可能哦？怎么可能？我切了30年都还要30分钟啊！俺都带一颗俺的秘密武器啊！所以俺以为特个切丁机有嘛？如挑个不用下去按来切。老爹都真是令讲哭笑不得啊！记录讲伊讲30年咧，有安好东西唔会用了呢。也讲买过好搞的事情啦。安尼更加头都好有人有讲到，能有开个面食的粉丝专业来做宣传。嗰时更加真实来讲，做一个面1礼拜无点面好生，能按用办去食到一个炸酱面呢？因为能用的路唔是。经营高腰的粉丝专业啦，佮说一开始有几多年，个订单领来，俺个时间又唔晓处理，有几道个留迄个单，无接到，都经俺嘛清多的，对于个一开始上好听的向是俺，嗰真是几费事啊，毋过面下问听好了之后，愈读 SOP 听出了之后，愈应该第二用来去处理也都有挺难的事情用办食多也料理嘛。其实俺的面吼，俺的炸酱面算讲半成品嘛。
你看那面迄送的，然后我按那一片，先停存，摆1到摆5停存，啊摆6落去按那一片嘛，啊按那要准备好煮好的酱，啊还有1包送的面，啊如果你看带久些时间，如果同个面再杀过，给炸酱安尼淋下去，安尼都可以食的。哦，嗰时候更加上班都讲，既然无店面好做，都做名路啊，做一个各封片的半成品的部分，大家可以带过去卖过去之后可以标，啊，相关食的时间拿出来简单调理一下，都可以是封片嘛，都同大家跟现在人的生活习惯也有共用啦。啊，米托也冇做迄的，不管是老朋友也系新的朋友，新的人客也好，大家都可以马上都可以接触到一个好的米托。那地方，能睇做一个面食的宣传的时间啦，能自家有读到过某个个特别的事情无？如大家可能反映讲以前呢用办用来的米托啦吼，啊大家会本人用办的回馈，能做一个小编的时间有读到人下同回馈个特别的事情无？哦，新多年会讲咱的面啊、米托啊，同咱的你30年。是的，你30年啊，如某篇啊，对咱来讲嘛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这样子。对啊。米托某篇的话，人有做某个新的改良嘛？除了做一个栽培啦、冷冻包这种方式之外，还有其他改变吗？我们后来有在开发这个椒麻辣油这个部分。对。原本我们有搭配老爹一开始的经典辣豆瓣这样子，对，但是其实这个辣豆瓣的口感整体是偏甜的，对，对于一些爱吃辣的乡亲啊来说啊是远远的不足啦，对，所以我们后来开发这个椒麻辣油的部分，我们用了上品的辣椒，对，用很好的花椒，对，大红袍花椒搭配2种不一样的辣椒，然后一起去用辣油低温这样子炸焦炝这样子出来的，对，算是相当的费工，对。嗰种人还 TVB 都讲，好食辣的乡亲朋友，佢讲啊，哪摆人喺 TVB 去做一个椒麻的辣油，一个辣油老爹有帮人建议冇？其实一开始俺哋嘛，真是唔知，也辣油多大要用来做，俺哋嘛有去请教老爹，俺哋都问讲，老爹你这个辣油要怎么做？我们也想要回馈一些比较爱吃辣的乡亲朋友，因为俺哋这个嘛好吃辣，像阿毛都平常有按黏，有按，如果黏嘛，像然后花椒我们会炒，湿热的天气，食下中如果可以安。食在顺菜，留意下好，人体内湿气排下来，去人也过爽快嘛吼。嗰种更加人有个椒麻辣油点到吼，同一个炸酱面共用变成另外一个招牌，系咪？因为萝卜面店一般冇用到安好的东西啦，因为花椒贵，花椒贵。系哦，冇质感冇做唔掂嘛，真是唔掂。听到不是就斤是斤有，唔掂讲有个真贵。以前马贵董，你看同老爹讲，你这个辣豆瓣我能不能外带回去啊？老爹说可以啊，你就包啊，结果佢拿个包桶的倒退喎，给包桶的退啊，一包都砍走诶，贵包砍走，系啊，贵哦，观众朋友，哇，用晒后生朋友吼，为到这个。怀念的口味，今日真用心哦！唔单止重新开店，还特别改嘅适合更加的方式，本一个面店的好味道，本更多人哋还研发新的口味。不过今日除了做面店，听讲今日还接下菜店的朋友、菜店的店铺，做为无共的事情，更多精彩的故事，休息一下，可能继续来同大家分享。今晡日呢，给人带来好食的炸酱面，还有个椒麻的辣油。不过2-3安等一下个后生朋友，今日还带来无穷的料理呢。请教给人，更加系咪也有一个料理可以吃的？希望人带过来今晡日除了一个炸酱面啊、辣油嘅底啊，
啊，其他像鸡卵糕吼，也个灌肠哦，可能其他料理，迄咩也迄能更加有推出的呀。其实讲咱也唔免咱自家的商品呢，也会对咱的也经营形态开始来讲啊。对，咱一开始卖也炸酱面啊，后来会。毕竟我们不以这个赚钱为目的，我们就会开始思考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做些什么？对，然后我们一开始看到了我们这个卖蛋糕的这个朋友，对他也是我们的国小同学，他都会把他的蛋糕啊卖剩的给一些社福机构，或者是当地的一些算是比较弱势族群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想啊，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做类似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开始接触了比较公益的这一块，对，把我们的炸酱面加入了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对，然后我们也是会供餐给一些社福机构啊，就是跟近期啊，我们还推出了这个代用餐的这个服务，对，然后因为这个代用餐其实是指说，上一个善心人士提前帮下一个有需要的人先付款完了这一份餐点的钱。对，让有需要的人可以跟店家可以拿到这一项服务，这样子。对，我们也会觉得说这样的概念很棒。对，尤其是像我们会意识到说啊，我们虽然给了这一些社福机构，但是这一些需要的人，他未必是有被照册所到的。对，然后像是这一波疫情啊，很多人啊，真的也是临时丢了工作，需要一点帮忙的。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回馈？对，所以我们就加入了公益的元素，对，同时也开始推广我们在地的商品，像是我们跟我们的水耕农场、水耕小农来结合，对，像是这个水菜烘蛋啊，或者是后面的这一些水耕菜的部分，对，就也是我们在地小农所推出的这个水耕产品，还有我们的。也是我们炸酱的这个温体猪肉，我们的猪肉都是用我们零落在地的市场的温体猪肉。然后猪肉老板啊，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商品，像是我们很有我们客家味的这个杭义牛饼，对，还有也粗豆腐、恩钱，对，臭豆腐香肠，这在市面上其实蛮少见，蛮见不到。对，吃起来的气味也都很棒。对，然后我们也会站在一个。推广这一些当地的特色小农啊，对，然后也会带入一些我们当地一些文化故事啊，来帮我们看看能不能为了地方推广一个地方文化尽一番力这样子。哇，你两位真是贵用心、贵有心，啊也算是贵厉害呢，很贴配好味道。上到讲人这个已经有工作的嘛，所以说做一个落地的个炸酱面是回馈一个情怀之外，还加入了一个公益的元素，亲手看到呢。不过有时候你用办去同人接触到讲，我需要这个代用餐。你会精准如何用网络，敢无如何来官方来各种机器人啊？古时候不是讲有一年可能自尊心嘛，我唔讲了，然后会坏势，不过唔怕，他假如我要经过我有困难的时间，他假如经过了，如分享轻量来，有粉砖，有机器人，如可以随时来常讲，如讲伊咧，比如讲某个暗号，如讲代用餐其实都可以同电梯啊。安尼希望，你能做一个推广的部分啊，今年的产品，睇你的用路方可以听得到吗？也係講一定會打電話來去同一個原本的調價去聯絡。其實，在我們的這個粉絲專頁上面啊，我們都會推廣我們很多在地我們覺得好吃的好玩的，都會想要介紹給大家。對。但是在代購的這個部分，就是跟我們長期有在配合的店家，像是我們這個林落市場這個豬肉攤，這個溫體豬肉，它的產品也係杭義牛餅，也係粗豆腐恩錢。咱能可以做代订啦，含迄些水跟蔬菜，咱能嘛可以啊。所以有时候会看我们的粉丝专页，就会上面会写什么东西可以订啊，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就是帮他介绍啊，会是咧发就会去请一次安尼啦。嗰时今年想要了解其他的产品，虽然讲唔能这个做，唔能也可以同佢收机，也可以同佢代订安尼嘛。安尼我更加来做一下研究，我咧想参考一下期望。
要个出豆腐的眼睛啊，其实各位小看到，怎么跟我有个出豆腐的眼睛，其实用慢做，这家从出豆腐生意地方呀。这个臭豆腐香肠啊，其实很难订哦。我们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缺货缺很久，我也好不容易订到。对，然后这个它是用我们也是市场的温体猪肉，也是屏东的猪肉这样子。对，然后我听那老板讲，也是用我们当地的臭豆腐，然后加上3:7的这个比例啊，加入这个辣椒这些老板的私人秘方啦。对，然后在他在店里这样子灌制出来给大家，这样算是做的。其实烘了黑失败辣辣的呢。黑呀，会有失败辣辣。啊，生活了真是会鬼出没。有意思的。有 tip 的米西啦，唔係講煮啦，因為見仁見智，有個米頭的部分，做冇？也係出豆腐，以前就會出那好事。以為你講嫌講，有個磨有個出豆腐的米西，佢都唔係出豆腐嘛？啊，以為你都清講嘅米西。係啊。啊，那結論搞喏，那結論搞，也係用菜體的店嘅，啊，佢係用菜體的食材嗎？这个古早味蛋糕啊，是我们同学，也是我们联络国小的同学这样子他在做的，然后他的食材比较偏向秘密，比较没有提到他怎么讲，但是我知道说他也都是用我们台湾的产品这样子，对，然后主打这个当天现烤。对，也会在联络的市场卖，对，也是卖得相当不错。因為講，因為其實嗰小嘅店鋪，嗰時候其實也應該唔會咁樣嘅，有嘅冇嘅啦，吼，就新鮮好食，這些小農地嘅小店鋪裡面推出的主打，對吧？新鮮好食，冇咁樣嘅，有嘅種有嘅水耕蔬菜，佢係底下講水耕蔬菜其實佢係所謂嘅清腔嘅一個農業方式，咁麼好以按人有嘅水耕蔬菜，人同佢接觸一嚿嘅呀。其實也喺水耕菜嘛，喺人哋自家同學，我都有去國小同學，啊有去國中嘅同學，啊人講人喺同學路居人才輩出，佢哋可能左右嘅喺唔喺身上開嘅同學費啊？差唔多。有嘅同學幾有同學，係啊，如去大家，如人哋使用嘛嘅啊，如安尼串聯共下。因為也蠻時期冇比以前嘅，啊大家可以合作，啊可以共下來串聯嘛。啊也喺水耕菜吼，其實人哋也喺調價，佢差唔多嘛喺2018年的時節吧，開始做17，差唔多嘛喺3年前開始才做也喺水耕菜。啊嗰時間人哋蠻前開始做炸醬麵哦，佢都開始先做水耕菜。啊，嗰時間人都有同佢食過，也菜農食起唔可以腐啊，冇嗰種土味啊，滿記啊，我講我最強嘅是嗰個調耕菜，青江菜，因為調耕菜都有一個鬼重嘅土味，我個強是嗰種東西，唔過今年嘅水耕菜鬼好食，完全冇嗰種土味。差不多2018年的時間，我哋開始才做炸醬麵的時間。一開始其實滷麵醬滷安尼，其實可能起來滷過單調你想講嗰種小芒嘅東西菜，嗰時間我想老爹以前是用什麼青菜？小白菜，想有了那個水耕農場，我去請同學，你那邊有沒有小白菜？講有啊，小白菜最多誒。如果我看我來試看到是應該小白菜，之後路變做麵炸醬再放一個小白菜，路變做一個完全的炸醬麵，翻鹽安尼規碗看起來都過想念是嘞，過好食安尼。其實水耕菜吼，佢好嘅地方係佢有一個海綿啊，有冇？佢底背都有一些營養液，如果殘存的營養液，也營養液可以保存，只要你給佢冇切下來，也保存可以放1禮拜以上唔會發現，保持佢嘅新鮮，慢慢暖騰，好新鮮，幾好食。安尼期望，除了安尼，還有做其他的偏方規劃嗎？後來因為
还蛮多，也是我们零落在地的乡亲啦。因为工作因素啊，可能就大家都在台北、高雄啊、台中，就比较不方便回来啦。对，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建议我们说，可以开发这个冷冻包装。对，然后我们也有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大概在我们比较 SOP 稳定下来了，做了差不多半年多了，我们就开始着手要研发看看这个冷冻包装。对，然后让一些北部的乡亲啊，也可以吃到一模一样的炸酱。对，可以透过这个冷冻宅配的部分来给他们这样子。对啊，然后再后来我们也还结合像是我们这个市场阿香姨的这个香肠啊，或者这个肉饼做一个套餐啦。对，就是让大家可以一起都可以吃到我们零落在地的好滋味这样。如果讲大家然后你讲原来规包原本还只有炸酱面，我今天呢可以加上可以听其他零落菜天农产品也好，产品也好，今日做一个组合。所以某一天，买的炸酱面底部还加一包酱菜，怎么有个水港菜？也过后呢，真是组成了一个某种的零落的在地联盟哦。好菜有人的天数，哇，真贵厉害，贵用心，真是人的零落的好青年。对啊，观众朋友，唔看根本你用啥？原本想到本这个喜欢怀念的味道可以重现，冇想到后背竟然还可以加入一个做公益，甚至讲顺势来推动在地的产业。今天啊，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浩姨和同启峰能带来安精彩故事从料理哦，多谢哦。谢谢。以下呢，我们想要同老爹讲两启发。我们认识也20年了，那吃你的炸酱面也吃了20年。那感谢你愿意陪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炸酱面的好味道一起传承下去。那我们要来我们要跟你说，我们爱你哦！我们带着你的炸酱面上电视了，爱你哦！哇，看到一片很美情感动呢！哇，大家休息一下，继续来听段欣赏雷运通咯。